咖啡馆开亚提市场地位应该是少见吼。屏东东港镇内菜市的地位都有一间咖啡馆提价，顺后去买鱼肉嘅，头前去买水果嘅。徐晶晶同她老公3年前回到东港，2个人去甲同事做装潢，佢用热情嘅推广中洋咖啡，伊能抢买咖啡。另外呢，3年人来累积的轨道一般会挑起的东西，像係裝咖啡頭嘅麻布台，比做卡棒嘅毛嘅囤比挑也到。人用過路這些的例子，也變做一類類將嘅玫瑰花。這陣時頭，東港市場人來人往，去市場唔做係買肉買菜去，不過也有人係看定咖啡鋪頭，批到鄉里來嘅，到市場地度咖啡店，順行買魚嘅，對面買果子，店地度3年人都炒到涼涼。很香，很香啊！全世界第15名。待會我沖了之後再請你喝，謝謝，不客氣。頭家娘徐晶晶一無限，一片煮咖啡，還拿定蒸攞出來咖啡粉，本人合批。家嘅經營範圍主要規則東港市場，好只煮雲蛋，外送本市場地度嘅台呢。你的咖啡，安子生。佢對家東來也做生意顧秋香，到東港市場買東西實太冷嘢，對徐晶晶3年前來也買咖啡做熟食嘅。如果做路有熟食嘅啊，我哋同埋賣餸食啊，要問賣菜，唔知幾少嘢咖啡啊呢？徐晶晶一起客，唔單搶顧秋香，咖啡店附近嘅店家咩好同佢交幹。對面買果子嘅，行開咖啡店3年來老主顧。因為這做生意做2、3年，從來唔是看菜市場有人嚟買咖啡，唔估見到有買咖啡時生意種幾好，佢當然菜市場嘅賣菜啦，佢當然嚟呢啲啉咖啡啊呢。呢地方喺市場嘅露台呢，佢小店講，故事嘅20多年，一直到3年前，好店嘅對面可以一間咖啡店，吃到規則市場都冇窮樣嘅。旁邊賣魚、賣肉、賣水果的，五花八門的，這樣像氣味會一樣嗎？我也很擔心，我想沒關係，我就是有信心，因為咖啡香。徐晶晶也吃到咖啡當香，頭擺是咩人想？本單家老公黃玉祥日識，佢自家都唔識，一直到2公婆隔天離開台北，向下轉到徐晶晶的買家屏東。這樣是隔天做生意，實還唔知要做乜嘅。有一次，我就跟我老公說：，這咖啡難喝死了，又酸又苦又澀，又沒有好滋味。他說咖啡是有技術的，我就開玩笑說：，好吧，既然有技術，那你就做啊，你做做看。如果 OK 的話，那我們或許可能可以開個咖啡廳哦。如果現在已經，我覺得說這個味道是我想要的，就可以在這邊下豆了。咖啡豆將配好貴簡嘅配香，對黃玉祥嚟講，要送你配咖啡豆都要檢查過，加搶買種鹽豆，至少按鈕還係一粒一粒透過。還有一點就是人跟豆子之間的情感，你雙手去摸過之後，你不會隨便的去把它做烘焙，因為你覺得你挑得很辛苦啊。太遠嘅咖啡店向機器來淘咖啡豆，加向數一粒一粒淘過，就算1公斤咖啡豆地度，搶3、4粒有點問題，還要淘出來，煮出嘅咖啡品質就當好。雖然喺度市場地度，叫曬有18種按度嘅種鹽豆，全東港嘅咖啡店做其他嘅數量千多，上來一道淨色咖啡嘅人。佢細時係第一講而家佢咖啡嘅時間樣啊，佢歡喜啊！你又講，因為伊有佢用心嘅伊啲調家娘啦吼。啊，我睇拜到時陣剛剛講，誒，有咖啡有嘛，像菜市場有嘛吼，佢冇相同啊。我常常來這裡喝咖啡，我跟朋友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呐，就是很新鮮的咖啡豆，還有就是很特別的味道。拍電影係澳洲人，同東港傳福音，做啲講當年都來，徐晶晶嘅市場咖啡，加上有對世界各地來嘅淨色咖啡人，有啲人用紙寫感謝花語，有啲人寫到用麻布台嘅剪下來比貼行，
认证咖啡店热火咖啡头，单单变到麻布台的地度，累积麻布台的铁道诶，其真正用判的鑊铁，大概2年前起始，同佢做出比鐵毛诶，帆布台一道，拍田已經買一隻閃亮亮诶。So I really like the bags that Jinjin sells. She uses the bags that the coffee beans come in, and she remakes them into handbags and hats and different things. And I think it's a really good way to reuse things, recycle. 每个麻布袋，他们都有每一个故事。但是我们不是挑麻布袋的美，我们需要的是豆子健不健康。所以有些客人说，你的麻布袋能不能卖人？我说对不起，因为每一个麻布袋对我而言都很重要，都我们精挑细选的。是真头用麻布台做出帆布台的之前，迄先将用过做鑊台的咖啡粒子都留下来，同佢製作玫瑰花，用店度所有東西都好好利用，冇打掃。有一點小小野心，雖然我沒辦法走出去，但是最起碼我有小的地方，讓很多人認識之後，我才有更好的能量，再做更多的事情。就像我們做環保一樣，有小地方慢慢做起，哪怕是一個保特瓶、一張紙張，你會覺得說啊，這個丟掉就好了，我為什麼要收？但是積少成多，碩大便是美。市場營業費韓國咖啡香味，用傳統的東港市場就加添一道人文的美食，是真正堅持想賣咖啡，冇賣其他食的東西，而韓國多東港人認識在地的咖啡文化。